三个人沿路开讲，沿路行。阿龙问讲：铁家姐，看你喙笑目笑，心情袂歹吼？应讲：嘿啊，和恁做伙旅行，改先搁转去到少年时无烦无恼的日子。阮爸母早早就过身，我真早就爱排迄间店的责任，管前顾后，看头看尾，行行嘛着真足。阿明接落去讲：无怪你即马表情遐轻松。铁家姐佮应讲：是啊，还搁好顺常前阮爸母过身，就一直伫我身躯边斗相共。嘛是有伊，我即马才走会开骹。恁搁来叫我阿凤就好，迄是我的本名。阿明问讲：安怎会有铁家即个片名？应讲：我囡仔时是一只铁鸡，真水，规工都对前横对后，真乖。歹囡仔若要甲我讲，伊就会去甲毒。过来开始有人叫我铁鸡，过来就互叫掉了啊。阿龙笑笑讲：白目囡仔风度应该。就安尼，规路笑声无停。搁安尼继续顺大路一直行落去。4天后，三个人来到一片阔莽莽的平原，草发甲真旺，有一阵鹿仔伫草坡仔伫食草，拄好炸出来的食米嘛食甲差不多。阿明讲：咱着拍一只鹿仔来食，顺续嘛做一寡肉干。后一个钟头，毋知搁爱偌远才会到。互我即个军师来想看有啥物妙计无？大家稍等一下。话还未讲煞，阿龙目刀已经飞出来，准备要冲过去拍鹿仔。即阵，阿凤煞伫路边捡一粒圆圆的石头，双手甲搔搔咧，定定咧，佮用手心咧心咧，再轻动。到伊感觉满意，正手甲石头定好调，稳笑一下，拣一只鹿仔，上好真真，刷落来倒骹举悬过头，为迄只鹿仔的方向，大步出力向前紧猛踏出去，正手嘛对骹步踏向前的势，拿一条鞭对鹿仔摔出去，一直摔到前方，石头离手。哪钱离弦，哪美时流过天边的流星，伫空中画一撮真水的曲线，准准牵着鹿仔头，鹿仔的头壳对咧喊一个，身躯起一边，砰一个，直直倒伫涂骹，袂震袂动。阿龙看甲嘴仔开开袂晓合，阿明嘛看甲毋知影通想妙计。其实石头离手的时，阿凤已经知影石头会安怎飞，这是毋知已经练习过几千遍，才调整到完美的动作。甲迄年热人迄球离手的感觉拢相像，完美的投球，上糟蹋人的球路，目睭对袂着的球速，无底线的一球，球牵出去，欢喜甲，心内话讲。阮啊，无张无弛，吭一声，球飞甲搁悬搁远。迄年的热天，对阿凤来讲，就安尼结束啊。拍着鹿仔了后，三个人分工无闲，抾柴起火，剥皮，处理鹿仔肉，一直到黄昏，无时停的工课才结束。三个人才有阳光通围伫火边食暗。暗顿是鹿仔肉甲腹内控菜色的汤。三个人哪学了好食，哪开讲。阿凤嘛豆豆啊，甲阿龙因讲伊拍鹿仔的功夫是安怎会晓的。当时啊是阿凤啊因转年，当年热人新明生，就爱迎老热。新明会妖精保庇四方信徒，消灾解厄，人人爱备办好酒好菜，敬拜神明。
嘛毋知是当时开始，有人建议爱办野球比赛，讲是要互节日搁较闹热。这比赛有限制是15到17岁的少年囡仔才会当参加，就是为着要鼓励囡仔人训练体能。尾啊，转年大家真认同，野球比赛变甲足时行，家家户户拢真热情参与。若厝呢有9岁的囡仔，就会送因去球队练球。头起先人无够，敢若会当分做2队拍。尾啊，愈来愈侪人来参与，变做8队。比赛嘛变做爱比3天，逐队都想要拼头名。教练看我球牵了袂歹，选我做投手。15岁迄年摕到第4名，16摕到第3名。到我17迄年想要拼冠军，练球练甲无暝无日，结果嘛是摕到第2名尔。阿峰在讲这段往事的时，有时喙笑目笑，有时散淡稀微，凡说这就是青春的滋味。3个人哪食哪配话，嘻嘻哈哈，心情轻松。拄着啊，就爱斟足烘肉干的火，温度爱有够，阁袂当伤炎。阿峰讲，咱落角嘛会当炸咧，到后一个钟头会当摕去卖。凡说若找着功夫老道的师傅，阁会当请伊刻薰吹，刻一支阿峰的落角薰吹来分享。等到大家食饱，家私款好势，就剩肉干爱阁顾。等候肉干处理好，时间已经改晚，3个人才煞顾去困。过顿工，3个人同款一直顺大路行落去，就安尼又阁过3日。第4天行到要倒啊，开始闻到海风咸咸的味。3个人知影已经离海边介近，斟酌甲看，头前嘛看到都市，应该骹步阁小吹一下，就通好找到客店歇困。行咧行咧，无偌久就行到位，去共探听了后，知影这个都市号做港都，在地的人主要是出海掠鱼、卖鱼。行船载货做进出口，阁有咸水货的大小卖。市内3骹步一坎店，介济间店拢有卡销伫店门口咧话声呼人客，人客若活过，嘛随有卡销过来直接招呼，实在真闹热。3个人第一遍来到港都，当然嘛是这看遐看。行行好闲，行行新鲜。因想想咧，规气好好啊，甲关讲一下，算互够气才拍算。3个人就安尼一直踅甲忝啊，才开始感觉腹肚枵。阿峰讲，拄则看到迄间海产餐厅，人客吵，咱来去甲交管者写款。阿明真紧张，赶紧讲。会记得新闻介绍。阿峰应讲，免惊啦，我请，莫烦恼。阿龙甲阿明阁想着进前伫阿峰遐做工拄少的代志，心内歹势，毋敢应好，徛咧无振动。阿峰阁催，2个人才疑咧对阿峰后壁行。餐厅出菜介紧，料理的手路嘛真讲究，无偌久，3个人就食甲饱通通。有影是料理好食，人客才会坐甲踢倒家。食饱，阿峰讲，时间嘛晚，咱刷落来找客店过暝。明仔日去港边找看有船通载咱去南岛无？2个查甫的拢无其他的意见，代志就照安尼行落去。
翻转工，三人去到江边，吵，四界拢是船，有无翼船在上货落货的，嘛有渔船当靠岸在落渔货的，嘛有客船当在靠人客要出港的。规个江边无用恻插，毋过讲起来嘛介怪异。因三个人规个江边的船头家问透透，就是无船要去南岛。阿龙吐一口大气讲：哎，哪会安尼？找无船是爱安怎去？阿峰应讲：莫烦恼啦，咱搁共探听看觅咧，凡说就找有无。这时，一个伫路边休困纳凉食薰的阿伯出声甲因休：少年呢，恁敢是要去南岛？三个人听到真欢喜，因大步行去阿伯遐甲请教。阿伯讲：听讲南岛最近有大歹人，较袂平静，迄船头家拢无爱去。生理人高算，惊冒险，若万不离水小，家伙就爱陪了了。恁若是一定爱去，会当去山沟遐，甲伊参详看觅咧。三个人欢喜甲，总算是有希望，有机会通找着船。赶紧问阿伯爱安怎去山沟遐。阿伯讲：去山沟遐的路弯弯弯弯，我讲有路来，恁嘛听无路来啦。归去，我带恁来去。